向这边动保处伫咧大溪掠着讲有业者违法拖狗仔，现场呢是查到26只品种狗，已经先将所有狗仔扣起来，也依法业者相当是会当罚款300万。 两卡大火规道藏伫草坡仔内，竟然是非法狗仔的繁殖场。地点就伫通市大溪区空中路的巷仔内。最近是因为狗仔一直未去互民众检举，动保处去稽查，查到货柜内有26只品种狗，有贵宾犬、约克夏、马尔济斯等，已经先带回安置，还阁无看嫌疑人，会持续追查。会进行这个土地地籍的一个调阅。 把地主查询出来，然后去进行后续事主的一个追查。互人查到这个大溪非法狗仔的繁殖场，现场的环境真臭，狗仔的屎尿真久无人清，阁有真侪只狗仔的狗毛拍死角，指甲身过长，也阁有疾病的状况。另外，也阁有狗仔的声大，互人亵渎，真无人道。 这26只狗有非必要的一些处理行为，像是说怕就是被别人发现，所以全部的狗都有做切声带的处理。有一些狗是已经完全没有声音，然后有一些狗是勉强可以发声。专案勘查不当饲养狗仔非法经营繁殖、买卖狗仔的代志，动保处表示后续调查若是事实，会依照《动物保护法》第25之2条的规定，处10万以上300万以下罚款，并没收所有的狗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